我们如果分生活中遇到啥子问题了，你解决不了，你就记得太极去看嘛，肯定能找到办法。要你吹牛没得一个太极图这么厉害呀啊！爸爸这太极图，它不是有个图，它是个太极球，两个阴阳鱼互相转动，代表世界宇宙不同的变化噻。而这不管分微面还是阳面，都是由小到大嘛，是做什么事情都有个成长过程，不是一下就变大的，都要慢慢变化的。而且因为啥子阴面阳和阳面都有个眼睛嘛，代表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噻。好像有的家里面或者夫妻亲热贴心吧，肯定是一方不容容对方，这多确定噻。就是每个人就像一个太极图一样，有阳面有阴面，一个有缺点，还有一个缺点都没有，肯定就是一个人着噻，一个人就看不到人点，光看到缺人点，咋子会不确定嘛？就是他满身都是缺点，那肯定也还是有很多优点噻，就好像太极图一样，人中也有两个眼睛噻。太极图看多了，让我感觉到人什么都是存在的噻，好人有坏人，好容易有坏人，人中有好人，当然我们也明白了这道理，我们就是平和的，人的世界上有善的眼光，看到每一个人嘛，他们就会小区就会很多气噻。比如有的人坏人骗到钱噻，就气得要死，有一直埋怨噻，为啥子有坏人？他们看太极图，他不明，其实他不明白，其实都有，这刚好，被你一起而已嘛。然后我们做生意失败了，失败月的代表阴月，阳月代表成功噻，阴鱼眼睛代表希望噻，有希望还在。你来分辨为什么？